Hello，大家好，又到咗交俾堅城嘅時間嚇，咁啊呢場嘅新鮮熱辣嘅唔係呢個深夜嘅波啦嚇，咁啊大家可以即係睇完波可以早少少休息啦。曼聯主場對住水晶宮呢場賽事咧嚇，大家都可能有個經驗就係曼聯對住啲中游球隊咧都有時都幾個把握能力係比較爭啲嘅，同埋因為對方可能都係比較防守型啲咧，或者打呢個都係啲反擊嘅對手咧，就未必咁有把握嘅。呢場波水晶宮其實喺上半場呢個勢喺佢哋嗰度嘅，即係曼聯前面一紮嘅球員啦，安保姆啊、古亞等等咧，都係入唔到局啊。咁啊，今場嗰個正選陣容咧就擺咗石斯高出嚟啊嘛，因為近排佢都係當老肯啦，同埋入波係 fit 嘅咁啊，所以都委以重任啊，踢呢個單箭頭，就將迪亞路就擺咗喺後備。咁可能好多嘅球迷都覺得就係話既然石斯高咁 fit，即係冇理由成日都擺佢後備噶嘛。即係雖然佢做呢個後備嘅殺手都相當之稱職嘅，即係亦都出到嚟都係做到好多嘅好關鍵嘅入波啦嚇。咁啊，今場打正選，其實上半場嚟講咧。咁啊，因為冇乜供應啦，亦都係見到水晶宮嗰個防守咧喺禁區頂再推前少少，收得比較緊密啲嘅。即係你見到前邊曼聯幾個攻擊球員咧嘅空位想走啊，都係冇啊。即係入局亦都係比較慢啲啦。即係你見到安保姆啊、古亞咧喺翼位裏邊咧做唔到任何好有貢獻嘅突破出嚟。咁啊，形容嘅石斯高好似係幾乎係有略為可唔可以叫隱形咧？係即係根本你冇供應俾佢，咁佢就形同虛設咧，唔好用隱形啦。咁你上半場就見到佢哋一個頭槌嘅，咁但係就頂得嗰個角度啊、勁度等等唔係好夠啦。咁啊其實開賽4分鐘就曼聯就失手咗噶啦嚇。當時就捉人咁捉啦，嗰個防守嚇，咁啊見到對方嗰個即係死球斬出嚟。咁啊，當時見到約羅就應該1對1就即係捉拿確斯嘅，但就個對抗性唔夠，約羅都係可能都仲需要一啲嗰個身體嘅質素啊、硬淨度等都有待呢個加強。佢就俾拿確斯推一推，或者係即係走幾下已經係搣甩咗嚇，結果就俾佢頂入咗。咁當時有少少拋物線咧，嗰個波就你話一來。第一最大責任，我覺得就應該係約羅嘅啦，因為你當你防守對方嘅球員嘅時候咧，你唔夠即係串擾性、侵略性，即係俾多啲好大嘅壓力到佢咧，你就要負好大責任。可能當時拉文斯都係俾自己球員遮，同埋佢可能都有少少覺得個波係會出界咁，可能就大意咗少少咁啊，結果就俾對方嘅拿確斯就頂入咗嘛。喺4分鐘就落後對住水晶宮呢啲球隊咧，咁早落後咧佢更加易打啦佢可以即係更加可以做佢嗰個專注嘅反擊咁啊，半場就落後0-1啦，就係呢球波啊嘛。個轉捩點當然就係踢到唔係未講下半場先，其實上半場見到之前有一個嘅攻勢見到班奴嗰個罰球都射得好靚。咁倒戈嘅甸軒達臣就亦都救得精彩啦咁到咗56分鐘啦，轉捩點就係入波功臣嘅拿確斯啦，佢哋咪追古亞嗰時候咧，少少侵犯古亞啦，咁結果經過 VAR 嘅複核之後就食全餐，輸12碼之外，亦都係紅牌出場咁早時間打多個，咁當然對曼聯絕對係一個好事嚟嘅咁結果班奴亦都係將呢個12碼就化做入球啦，喺57分鐘追為1-1，係啦，追為1-1之後，其實就曼聯就好想繼而想入多個燕梳球，但係一直都咬呢個水晶宮咬唔入，你都見到水晶宮即係佢哋季後會離隊嘅加士拿啦亦都呢位領隊都可能係曼聯即係有 interview 嘅其中嘅，即係做長工嘅其中一位領隊都唔定都有報道話咁講
咁啊，加時咧換入咗一啲調走啲前鋒啦，中前場嘅球員咧換咗啲防守球員出嚟啦，所以令到曼聯咧好多時候都係咬佢哋唔入啊，即係呢個1-1之後，咁啊直到呢個65分鐘啊，搬到一個好靚嘅助攻啦，斬俾石斯高嚇，石斯高原來頭槌都得嘅嚇，因為有咁嘅身形冇理由頭槌唔入波噶嘛嚇，即係之前見到佢都好多時都係用腳入啦嚇，咁即係頂得好靚啊！呢球頭槌，亦都證明咗自己原來係踢正選，亦都係可以入波嘅，唔係淨係做後備殺手嘅。咁憑住石斯高呢個頭槌，結果就曼聯全取3分嚇。之後都有啲機會嘅，譬如會入嚟嘅迪亞路等等啦，都有一個亦都係過唔到甸軒特臣嗰個即係嗰個十字關咧嚇。險勝2-1，咁啊3分代咗。咁呢場波係唔算係踢得好啦，曼聯咁，但係3分就代咗嚇。亦都係，如果以往唔知點解時當隊波順嘅時候咧，你當遇到一啲咁嘅即係關卡咧，譬如對方先入波啊，突然間又會即係又唔知有啲咩運嚟啦，對方又會打少個啊，跟住又會輸12碼等等嘅，即係行起運上嚟咧，咩都順嘅，唔知大家認唔認同啊？好啦，咁啊，卡域克又贏一場咯喎，6勝1和上任以嚟，亦都係。喺佢成為即係帶隊嘅頭5場嘅主場全部贏晒，咁啊石斯高都近8場波入咗7球啦，已經係亦都係繼續保持呢個入球率啊！咁相信佢嘅打起絕對係因為絕對係曼聯嗰個好事嚟嘅，因為你見到之後換入嚟嘅斯亞斯咧咁射波都有幾腳射可以射到，咁但係都係個質素係比較低啲嚇。咁但係會唔會話今場坐後備嘅迪亞路之後會唔會因為見到喺今場裏邊咧係冇咗即係前面嗰3個球員嘅串擾咧，曼聯真係雖然話有個即係高大嘅石斯高，但係硬好似對方係攻唔入對手咁樣，有冇之前咁爽啊？冇幾之前嗰場咁啊，好多猜傳啊、one touch 啊，好流暢咯。今場又比較少見啲嚇。好啦，咁嚟緊係啦，咁梗係講下曼聯嚟緊嗰個賽程啦嚇，因為而家就攞咗3分，咁暫時就升上去第3，因為原本即係排喺前面嘅維拉就開始有少少脫腳啦嚇，咁而家爭前4、前3咧，曼聯都慢慢咁上翻去。當然而家呢見翻個形勢就分數唔多嘅，大家相距都唔多嘅，直到同維拉係同分添啦嚇。咁亦都有嚟緊嘅利物浦車路士啲喺後邊追上嚟啦，咁所以前3得唔得咧？咁繼續努力啦嚇，因為嚟緊嘅比賽先嚟緊嗰2場先啦嚇。咁首先就下場就會作客對紐卡素，咁雖然紐卡素近期嗰個即係嗰個走勢都係唔係話好 fit 啊，跟住就會係啦，比較關鍵一場就係主場對維拉呢場嘅6分波，即係如果你要爭前3嘅話，即係最好就搞掂咗佢添啦嚇，係啦，呢嚟緊嗰2場唔好睇咁遠節啦，先睇紐卡素同埋維拉呢2場波睇下踢成點樣先啦，因為你見到曼聯開始有少少好似係咪回一回氣咧嚇，即係贏咗咁多場之後，但係你唔好理繼續係保持不敗先，即係呢個係比較緊要啲。咁當然可能啲球員都可能可能有啲攰啦，今場亦都係啲球員又受傷啦，所以蘇爾咁啦嚇，希望個傷勢唔會太嚴重，因為你其他而家見翻呢個後防方面迪列治又唔知都傷咗好耐啦，唔知搞乜，曼治又係啦嚇，咁蘇爾呢場又唔知要唞幾耐喎嚇。咁所以亦都馬天尼斯等等啦，即係希望嗰個受傷球員嗰個情況唔好陸續增加啦，因為又會去翻即係唔夠人用嘅時候就比較禮計啲嚇，係啦。好啦，唔好理啦，踢得唔好但係只要都攞咗3分，叫做開心啲啦嚇，即係雖然咧就話呢場波係有少少開始有啲回落嘅，可能礙於對手個問題啦，可能對下場，譬如嚟緊個2場對紐卡素、維拉咁，大家個 level 又差唔多，即係都係嗰啲比較強嘅球隊咧，可能曼聯又會係另一種踢法都唔定嚇，睇下卡域克同埋教練團點樣諗嚟緊嗰2場嘅部署啦，係咪再出翻呢個
我哋叫無風陣啦，定係再繼續擺下石屎膏去等等啦嚇。好啦，咁啊今場就講住咁多先啦嚇，多謝大家，拜拜。